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6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讲，昨日本捐予咱台湾124万支的 AZ 有风车。日本媒体有报道讲，日本前首相阿贝有透露，讲有含咱的总统蔡英文讲咱的总统蔡英文捌敲电话直接甲伊说多谢。那咱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批疫苗的有效期是到10月中，除了会先予第1类到第3类公费注射的对象，包括长照机构甲75岁以上的长辈，也会大声来做。日本航空的班机随时下昼2点来到桃园机场，机场载的是国人等真久的有风车。这124万支日本政府无偿提供的 AZ 有风车，日本公司作为过去台湾帮助日本赈灾的回礼。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のワクチン124万回分を無償で台湾側の窓口機関であります。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批有风车是第1批，后壁也阁有。曾经新闻也讲。这边有风车会当快速直接来台湾，主要是中国的历史。驻日本代表谢中廷甲美国驻日本代表，也有前安倍首相的辅佐官顶人伫官车见面。日本媒体也报道，前首相安倍晋三讲，总统蔡英文有敲电话甲伊说多谢。总统也向国人讲，台湾伫咧国际上的处境真困难，怎么世界各国拢伫咧抢疫苗，希望大家尽量莫批评，团结力量才会大。因为有各位的帮忙，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基于共享价值、互相扶持的台日友好真谛。很多人在这一个事情上的努力，我们在这里表示感谢，都是为了台湾过拥的人力平安，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这是最近数量上最一批有风车，效期到10月中，10月署按算10月完成检验风险，配送到各县市。我们非常的感谢因为在这疫情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候，效期还算长，应该有到10月去了，到10月中。这批有风车除了优先予第1类到第3类的公费自卫对象以外，也当扩大到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一个大民。也有75岁以上的士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3天受地流方面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雨，有一寡所在也有雷公雨。咱做伙来去看分图。今日透早，伫咧中南部地区有上大雨，日时过强降雨的范围会扩大。若西半部甲东北部拢会出现短时间的大水雨，尤其伫咧南部地区会有超级大水雨，平均6点钟的雨水量会有100米里，各地高温差不多是伫咧30度左右。若即座方面毋若结构完整，佮甲真强的即个西南风对流会较旺盛。风雨会落真猛，会有雷公信呐，也会有强阵风。沿海地区海风会足透，也会有长影。提醒民众着爱踮伫咧厝内做好防灾的准备。第3号轻度的风台彩云，虽望讲这威力已经有减弱，不过对流云系还是发展了真旺盛。气象局是继续宣布发布大水雨特报。这个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8级到9级的强阵风，长影也会直直扣起来，提醒乡亲得爱特别注意。我们可以看到封面带上的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这个周末，在封面影响之下，各地都会下阵雨或雷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长，会有短时的强降雨，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甚至南部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旺盛对流云系上的剧烈天气，像瞬间强降雨、闪电、雷击、强阵风的情况，会带来不便或是灾害，所以要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局所发布的讯息。
也若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气象局拄则有针对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水洪特报，中华南投、云林、嘉义市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有上大雨的情形。也若伫山区，就要特别注意有土石崩落，也阁有溪水会涨起来。地势比较较低地区，也要注意可能会做大水。来讲，昨下晡台北有袂少所在拢落真高的雨水，有6个行政区1点钟内雨水量就超过100米里。毋若市中心袂少所在拢淹水啊！伫咧新北新店的即个地下停车场，也因为拢进水，民众讲这修理车的费用就爱开大条的。大雨一直落，水位才雨平上落来，巷内底出现真侪小水墙。这水是一直悬起来，居民表示，清水工才清过水沟啊，想袂到清了大雨雨一来，也是积水咯。清好个淹，敢袂做无奈？系啊，个淹啊，好你有清，无咯怪讲好多阮拢无清。中昼过后，这场大雨，互台北市真侪所在大淹水。整个淹水了，淹得好厉害哦！这是忠孝东路5段。民众委员的所在所翕的画面，车开过忠孝东路5段，全部都淹水，车道加速弧度。我在保护那个发电机啊，那发电机淹的话怎么办？民众伫顶仔骹往那翕，往那看，机车东倒西歪浸伫水中，黄落落积水直接淹入店内，完全无法度做生理。忠孝东路4段附近，亲像海水大楼，外送员骑机车，好亲像伫海涌当中共款。基隆路一段172巷上山区中边啊，也拢是水，民众行伫人行道，水淹甲骹肚，车经不起响袂煞，全浸伫半个车轮管的水内，也有民众烦恼机车会互水泡下去，拼命撩水救车。大概已经到大腿这边了，蛮深的。对，所以我就赶快把它救出来，不然汽车会可能发动。在中港河灌注之下，基隆河水非常悬，南浦大桥站水深错漏。经过台北市消防局统计，恐怖积水案件485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初3签行政命令，针对甲中国军方相关有在创防卫甲监视技术的这寡中国企业黑名单，会增加到59间，拢禁止美国人投资。打算未来这几个月也会有更较侪中国企业红点油做记号。啊，这也是拜登就任到呾对中国做出上坚定的行动。来讲《中国时报》。经济部统计，因为彩云风台，全台湾水库的进水量要外2000万吨，不过拢集中在咧桃园以北，尤其湘北地区，未少所在是拢做大水。不过对中南部的水情无啥帮赞，中部地区要解除送水5天、停2天的这项限水的措施，就该观察这2天唔算啊好的状况。来看《联合报》，经济部昨传出有员工身体无爽快，验病毒了后阳性确诊，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处长詹文生，拢捌和这位员工接触过。即马2个人体检的结果拢是阴性，会先踮伫咧厝内隔24天，啊，这段时间会用视讯来开会处理公务。这也是咱的政府单位对疫情爆发到大出现爱隔离的上关战绩。来讲，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1万人啊！昨咱增加339个本土个案，阁有133个校正报回来的确诊个案。伫咧死亡人数这部分有21位，但是中是讲这2天疫情要是真严重，民众就要提悬警觉。也若监视这3级警戒6月14的期限，都剩10天，但是中讲暂时降级或者是升级这部分，拢也无考虑。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初4新增加339例本土病例，校正回归本土个案133例，所有本土个案472例当中，以新北市227例上侪，第二是台北市152例，苗栗县51例，桃园市11例。
台中市甲基隆市各7例，彰化县6例，新竹市甲南投县各2例，花莲县、宜兰县、新竹县、屏东县、高雄市、嘉义县甲云林县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校正回归的数量比前2天少，整体案件数是向下行进行。不过这2天病例数依然真多，要维持高度警觉。这2天确实是病例是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维持我们这高度的一个警觉。另外，也增加21例死亡病例，分别是男性14个、女性7个，其中有2例是30多岁死亡个案，本身拢有慢性病史。为发病到死亡上底只有4天，专家提醒4月20以后确诊个案当中，60岁以上老大人重症比例上悬有3%，不过少年个案也有，要特别注意。比较年轻的2位，那其实他们也都是有一些潜伏疾病，包括有洗肾的状况，有糖尿病的状况等等所以，除了1例50多岁的是没有潜伏疾病以外，其他的都是有潜伏疾病的。因为离6月14日3级警戒期限只剩10天，外界关心防疫警戒是不是够升级。但市长强调，目前的状况，疫情还伫个相对的观点，也无想到要降级，也无想到要升级，会继续增进相关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全世界疫情要是直咧拖，全世界病例数已经超过1.7亿例，死亡人数有37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这部分呢，昨是增加474个病例，即阵是10446例确诊个案。那伫中国的病例数有超过91000多例，那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75万例。即马全世界病例数上最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800万例，巴西超过1006万例。那欧洲这边，英国超过452万例，法国超过576万例。来讲，昨是中国玉树天安门事件32周年的日子，香港有袂少所在原底是拢要办活动来纪念，毋过拢互警察以防疫为理由禁止。毋过是有真侪人是家己上街路来要来办这个纪念活动，甲警察发生冲突，计共有6个人互警察带走。后面是希望中国政府得爱即时，而且无条件释放即寡民主运动人士，也爱尊重民众有纪念历史的自由。港警甲学生组织联合肃正的张吉林、王一健扭扭捏捏，了以互警方押上车带走。历史天安门事件32周年，虽然香港的纪念集会活动互港警以防疫为理由禁止，也是有真侪香港民众自发性上街头，定定参加反送中运动，互人叫做王婆婆的王凤瑶要到现场。Anyway, I must come here. I must. Yeah, today is a very big day to remember the June 4th, the student before 32 years ago. 国际之间也是有真侪希望中国尊重人权的声音，欧平希望中国应该是无条件释放，因为这款事件被拘留甲定罪命运人士。也讲香港甲澳门的纪念活动有悠久的传统，爱保障人民的自由。Of commemorat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cracy protest of 1989 and their violent suppression, whil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led to restriction on public gatherings on public health grounds. Those who wish should nevertheless still be able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appropriatel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天安门事件已经是中国政府1989年采取残暴行动的代名词。中国无予示威者有尊严的公开辩论，颠倒用暴力对待。中国外交部讲，美国是伫咧干涉中国的内政。美方有关声明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借人权问题攻击他国之前，应当先照照镜子，照照自己，看看自身人权问题的斑斑劣迹。
对媒体问讲，中国的少年人自历史事件学到什么戏？王文斌讲，因为对这项历史事件受到教育甲启发，会更加坚定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继续行落去。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镜头转转来国内来讲，苗栗警官店主移工宿舍集体烧毁的这案，即马这案要是伫咧拖，昨苗栗县增加51个确诊个案，其中有32个拢是警官店主的员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即马也伫咧警官店主设立前进指挥所，要伫咧现场坐镇。因那警官店主公司也决定讲，以疫情为重，先休2天。员工陆续坐游览车到德南的厂区，苗栗警员店主继续进行采检。验过苗栗县测试的新增加个案继续上升，有51例，其中警员店主互相烧的案件占3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反映疫情无度控制，指派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带防疫团队到警员店主来开设前进的指挥所。到苗栗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能够尽全力的来协调，不管是在医院的量能、采检的量能，或者在后送，能够及时的在那边指挥，能够做最快的一个调度。警员店主的移工互相烧毁疫情继续扩大，全体7000多名员工拢要进行快速检查。不过董事长一开始无要停工，一直到测试下晡才转变这态度，决定各厂区停工2天。今天下午3点钟，这个全面的停工，让厂区来做全面的一个清洁跟消毒的工作。即阵中央的前进指挥所会请移工的中介公司赶紧来盘点这个名单，要求厂区必须甲移工甲本国劳工来分流，避免造成进一步社区的传染。而各区甲宿舍嘛要增设检查点，加速测出个案，快速检查阳性的人优先送到集中检疫所加强型的防疫旅馆。相关的移工宿舍人员在初4、初5、初6这3天休假，并且禁止出外。希望在5号来阻断警员店主疫情继续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台北北投有一间人家厝，互发现讲有3位视大不幸死伫咧厝内。这死亡的原因敢是和武汉肺炎有关系？即阵还搁伫咧调查。不过，和因带做伙的查某囝是发烧，快筛结果是阳性。另外，伫咧邦桥的阿东病院，即马也发生有确诊的人举拐啊，讲医护人员搁对隔离的病房宣出去。即马疫情真正热，台北北投石牌仔一个人家厝，测试发生命案，3个人死亡。警方经过调查，伫咧外县市食头路的后生，因为联络袂到厝内是大人，请里长去看卖，结果所发现90多岁老爸、甲80多岁老母，甲一个70多岁兄弟，3个人死伫咧眠床顶。也若做伙大50多岁查某囝是发烧烧甲真厉害，所以紧急送病院做采检。因为这个查某囝快筛结果是阳性，烦恼这个案件是因为去挖着造成的，目前当由卫生局的人员处理当中。打电话都没人接，所以拜托里长去了解是什么状况。后来里长请消防队进去，那发现都死在里面，死了3个，知道是死亡案，所以同仁都特别小心，因为最近都处理一些这样的类似案件，所以同仁都一定会穿防护衣过去。护车来的时候，他也跟他女儿量了一下体温，有发烧，比较需要注意的怕有一些染疫的问题。父母亲2个，还有长子啊，长子这阵子从万华来这边照顾他父母亲啊。另外，伫咧申报上好病院的代志了后，阿东病院嘛发生隔离的确诊者攻击医护人员的事件。根据阿东病院的声明，一个男性的确诊者测试举管也讲护理师离开病房了后，坐载回电梯直接去到病院外口坐车离开。病院这边随通报卫生局甲警察局，经过警方确认了后，这个男性的确诊者已经登去到因家。他进来家里之后，我们就接到通知，我们就过来了解。现在等消防局的这个消防单位来接手，同仁都穿兔宝宝装，现在都在现场这个戒护当中。警方表示，接到通报了后，因就随穿几套的防护装备去现场确认了后做介护，而且等消防人员还有卫生人员来处理。所来嘛追究这个男性甲医护人员使用暴力相关的罪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市，除了这公园游乐设施有封起来，蓝潭水库后山的步道也封起来。毋过，所有民众违规搁走入去运动，而且人身体搁忙爽快，搁叫救护车来甲载。嘉义市政府表示讲，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来甲罚。那你们送哪家医院？长庚，长庚全部都在长庚。
长庚哦。对，我要。民众伫家己市运动到一半，身体雄雄无爽快，赶紧叫救护车来。只是运动的所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早就伫5月27号就封起来。啊，著防疫的时阵啊，当然嘛封起来啊。啊，无人拖人哪会爽？袂通啊！害着家己，害着个别人。这是有封闭的状况，禁止进入的一个情形。我们到现场之后，评估 TOCC 还有血糖值，然后辛辛那提测试都正常。然后再后来就是给予一些基本的救护处置之后，后送到医院。家己市政府为了要减少疫情的传播啊，甲一寡民众定定的群聚的所在封起来，嘛包括南投后山的步道，但是也受民众违反规定。市政府表示，封起来的所在，民众即摆若是搁入去，是袂看到会直接开发。那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也目前呢正在进行采法的相关行政作业程序。那这个采法呢，我们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消防队表示，患者坚持爱送到家己关的病院，嘛是不当使用救护车，所以嘛有开收费各低单，患者嘛有同意。市府强调，疫情期间也是请民众尽量配合规定，唔通浪费社会资源，甚至造成疫情的破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原来即马咱的学生囡仔拢踮伫咧厝内做线顶的教学。根据民间团体调查显示，讲有7成的国小的学生囡仔有想要出去佚佗出去，啊，毋过有5成的中学生是感觉讲心情真郁卒，因为无法度看到朋友。啊，有3成的中学生，逐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就超过12点钟。囡仔踮厝线顶上课，居家防疫进入第3个礼拜，关心低小权益的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特别针对这段时间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做调查，其中发现有将近6成的囡仔人，逐工使用电子产品超过9点钟，嘛因为只会当用线顶来联络，甚至有3成用要12点钟。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每天都要用这个上课。就眼睛会很疲劳。除了电子产品使用过量，调查嘛发现，居家时期囡仔的身心适应嘛出现变化。亲像将近7成的国小儿童真想要出门，有5成的国中高中生因为袂当参朋友来见面，感觉痛苦；，佮有将近4成外对规划未来感觉焦心。就是可能上课时有时候跟同学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课你就是视讯就没办法跟同学玩。伫咧厝诶，莫出门，这是防疫上重要一件代志。但是这件代志，嘛是对咱囡仔甲少年仔诶心理发展影响足大诶代志。所以，阮第一项就是要提起这个议题。另外，因为有大人嘛居家上班，嘛有囡仔认为参爸母做伙时间变长，互妈的时间嘛变济，冲突嘛变济。戴孝明表示，这项调查主要要反映现阶段囡仔的状况，嘛建议政府应该互家长有一寡引导，互大人甲囡仔的居家相处更较和谐。记者陈嘉文调随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讲 ，James Webb 的太空吊镜自打算讲，伫咧今年的10月底要来接退休的哈勃吊镜的工课。这个 James Webb 呢，会用更较大的红外线反射镜，就亲像凹纸共款，甲纸凹入去，放伫咧火箭内底，来再去这个太空执行任务。啊，到底这反射镜是安怎放入去火箭内底？做伙来去看。研究团队甲工程人员甲这个总直径6公尺半、由18片六角形圆弧面组成的反射镜，自原本凹起来，慢慢展开真济，以后伫咧太空中要执行任务时阵的形。微波望远镜以后的任务，甲哈勃望远镜正共款，也共款是用无同的红外线、紫外线光谱翕远距离的太空。因我微波的主镜片寸少比哈勃的2公尺是加真大。干那要甲伊送去哩太空就无简单，伊的掠光管也会甲月球、日头、地球这寡天顶的星体光拢扎起来，互伊伫咧黑暗中执行发现外太空奥秘的任务。Webb's giant mirror and infrared coverage will let scientists probe atmospheres of exoplanets to look for water, carbon dioxide, methane, and other compounds that could indicate habitability.
In other words, exploring the atmospheres of worlds that could host life. 一直到所有检查都完成，微博就让正式开始观测任务。这已经是伊成功了160天了后的代志。公司新闻是甲林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也带乡亲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在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在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金门平遥马祖21度到30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